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最近有一个小小的新闻，中国的重型机车，中国这重型机车拆做零件要进口，被扣啊，那么实在是因为法律也未透，牵涉到重型机车的运动甲保护产业的争论。 甚至路权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困扰，今仔日业者甲相当的学者专家到底来讨论。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大型，那么以及重型机车经营全国促进会理事长洪基顺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 那么第二位是前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洪在良。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么第三位是退休交通员警赵明锦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么第四位在线顶的是汽机车资讯网创办人何碧仪。主持人大家好，好，那么首先咱就来看。 顶一日有台湾人拿亲像分配要来进口的零件，引进到中国的重型机车，是一个叫做张雪机车这个牌。那么已经互经济部扣押起来。根据着两岸关系条例，中国制造的重型机车甲引进拢进口，拢禁止着进口。那么代志出破了后，那么张雪机车的创办人呛声讲：啊，若讨袂转来。 就会继续上车，上到台湾车主啦，上给台湾车主，而且上到统一为止。以张雪820的知名度在台湾是有的。红色机身出现伫台北重型奥多拜店，搁翕影片来行销。之前有台湾的车主是想要引进中国重机的品牌张雪机车，结合一款82RR型号的重型奥多拜，没想到车才引进台湾，都和经济部会同真侪部会插口，这么争议搁小。如果要不回来，我就再送你一台车。好，如果送的这台车又被查扣，然后我再送一台，就是不停的送，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 送到统一为止。张雪机车创办人是透过社群回应事件，强调讲会支援车主找律师来协助。佮呛声讲，若是车无法度行转来，会继续上车。经济部强调，这案是疑似走私案件，并不是正常输入商品。而且讲当事人明明知影进口零件袂当组装做几台车，因唔是错误的执法，对张雪公开辩护，甚至资助非法走私的行为，因是表示无法度理解。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，两国之间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，允许什么样的产品进口，这要双方去对谈。红插口的重型奥多拜疑似是先伫中国广州采购，则拆做零件分配海运来台湾，落尾定组装。但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5条，中国这重型奥多拜规车引进等重要零件，无经过许可，袂当输入台湾。产品的检验有没有达到国际标准？这第一个。 令人怀疑的地方。第二个，它这么低价会不会冲击到国内既有的汽机车产业？任何机种，它只要它是符合我们的安全，然后检验的标准，我们都是希望他们能够依合法的方向来进口。 工会支持政府依法施政，但嘛认为讲，那车主进口零件的时阵，拢有依法来报关，主管机关应该量早说明相关输入和组装的限制，避免业者因为无了解规定违法。另外，车主敢有故意去闪法规，搁爱等进一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其实讲起来这项代志是真简单，你会进口未进口，去用扣押。 政府应该是袂大主大意讲你合法的甲你扣押起来，所以一定是违反着某种法律这头一个。第二个，接要来讨论讲，这个法律是毋是爱检讨？是毋是爱拍开？这个立法院的责任，是安怎有这个拍开的必要？这咱第三部分要来讨论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连线到这个何先，何先这件代志产生了，伫这个重型机车界，一般的这个议论的这个反应，网络顶头安怎讲，还是讲你接触到这个车友，大家的反应是啥物？
啊，其实吼，大家对这款代志有几种看法啦。吼，第一个是讲，为什么中国嘅欧罗巴袂使入来台湾？比如讲遐物件较俗，比如讲比如单价佫袂歹，是毋是会当去台湾？比如讲会使领牌，会使你路顶徛，这款代志吼。有诶我就是讲政府规定就是安尼，比如讲去中国这欧罗巴若是严禁，就是无法度入来台湾。所以有这两个看法。但是比如讲，阮头前讨论的嘛，法律就是讲你无法度开车，是司机也无法度。其实讲这个规定吼，当然中国迄边的甲台湾的关系本来就是较特殊啦。另外一个就是，阮上去譬如讲50年前，迄阵台湾就要开始有欧罗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嘛是有像甲日本的欧罗巴入来台湾嘛，但是后一开始是会使安尼做无毋对，但是后壁都有迄款阮称作自治略物件吼，因为阮嘛无希望讲外口的物件入来这个台湾直接卖，但是台湾的产业无法度发展，所以开始有自治率一开始都是10%、20%，过来是50%、10%，就是用这种方式嘛是扶持国内产业安尼成长，所以讲大概有这个看法啦。好势吼，我甲你请教吼，大家真好奇，讲什么时阵中国的重型机车安尼窜出头吼？是俗偌济，比一般咱即摆市面上免讲什么去外口买啦吼，伫台湾买一台迄个，譬如讲美国进口的，还是德国进口的，吼，有人代理的这种这种 BMW 也好，还是哈雷机车也好，比起这个中国这是俗偌济。伊每一个车厂有大车细车，配备无共嘛。但是所以讲价小可能有从30万到100几万拢有，所以讲会比台湾买。但是中国做的欧罗巴可能迄价小，可能从15万到40-50万拢有，这价小是所以这讲起来，这价小真低咯。好 ，OK。会使安尼讲吗？就是价小的部分，你中国这迄个大型机车可能几万台票，加40-50万台票差不多拢有，比台湾差不多是1/3到1半的价小安尼。若维修起来有较利便无？还是讲真好维修，的安尼真粗用，所以买起来呢，用即摆流行的话讲 CP 值真悬。讲起来，但是你中国市场来看，价小确实较俗无毋对，利润较俗，因为遐供应链伊遐市场竞争较济，譬如讲供应商较济，因个大量制造的关系，所以讲伊的成本比台湾更较俗，伊遐人工佫慢较俗，所以这都是成本上的差异就对啊。譬如讲人可能一年做1000万台，台湾一年可能10万台安尼，迄个数量比就差足济啊，成本迄单位嘛，迄是无法度安尼比。是，好势吼，上尾一题我甲你问吼，我头问的就是讲。若一旦进口来台湾，要维修起来，我唔知你有望过什么春风机车嘛是中国的嘛吼？是像这个张帅，你认为这个维修起来，这是介绍啦，是讲恁这 mechanics 要修理的时候，有较费气，还是讲较简单，还是讲平差不多，那不只要有竞争力。我家己经验啦吼，中国机车迄品质是拢较俗无对啦。但是另外来讲，迄品质甲台湾其他进口的，迄嘛是有一段差距啦。比如讲，有朋友买车确实较俗，但是问题较侪，因为伫中国的欧罗巴，因13年都要强制报废，所以对因来讲，因的车就是3年头都会使。都必须要拆掉啊，都袂使骑啊。但是其他国家的欧罗巴唔是安尼嘛，可能15年、20年、30年都有可能。所以讲对零件迄个可靠度，甲品质的一致性，那是天差地远。好，了解，好势，感谢。
感谢你吼，吼，你也是花莲，感谢你。好，接下来咱来平来吼，要请咱理事长吼来讲，因为你这毕竟是促进会吼，徛在这促进会立场，即马恁的会员是一直要求讲啊，中国的车就要进口啦，吼，唔通安尼创甲武甲安尼，看是法令吼要拍开也无拍开，因的意见是啥物？其实针对这个大陆的机车吼，其实政府对咱家己 WTO 以来都有明文的规定，吼，对华的机车吼，这个品牌规台车甲引领是袂当运输入来咱台湾。是啊，吼。啊，当然第一个考量是毋是因为伊的车辆的品质，甲伊售后的维修。包括讲啊，咱过去的以往的想法就是讲啊，大陆的物件制造比较歹，吼，是毋是有这个考虑，还是种种的问题？但是经过这边咱的张雪的这个机车吼，来会当入去比赛吼，会当得到这个分站的冠军吼，吼，这个议题吼啦，吼，人对大陆的重型机车，伫20年前甲20年后的看法，吼。就变成无共款咯，所以讲这是会当达得到咱的政府来讨论讲，在对华的大型重型机车是毋是有适合来进入来台湾？包括依照伊法规的伊的噪音啊，包括伊的声验啦，包括伊安全啦，包括伊等等的标准是毋是有符合到咱台湾？吼，啊，当然这拢会当来探讨来讨论啦。所以，恁的促进会是开放的态度。阮促进会立场就是讲，当然阮是欢迎各种的品牌吼，拢会当。因为我看新闻大了就讲，那是合法。是，对啊。对啊，但是先决条件就是，如果你来要入来，即摆伊这法令就要拍开哦。啊，所以你有支持讲，无你欢迎来探讨嘛？是毋是安尼？当然。吼，安尼这头一个，第二个就是讲吼，咱是头拄仔好生也讲啊，讲你这个不管是品质啊，还是安怎，离咱即摆目前接触的这个重型机车，品质有较无稳定啦吼，啊，而且因为因这真紧就要甲你报销啊，所以品质拢无较用的这材料啊，较无法定到，敢是安尼？这个问题其实吼，这莫讲是干那大型机车啦，包括轿车种的，包括日用品、产品等等啦吼，咱也看到买伫大陆、China， 人就烦恼；但是也买伫Japan， 还是买伫台湾，啊，人就真正会当认同。哦，这是咱过去一向的对这个产品的概念啦吼。啊，是毋是讲这个重型机车这个部分，大型重型机车这个部分，我针对对华的这个机种来讲，我上烦恼就是讲，伊的抛锚率、故障率，吼，是毋是会真多？吼，咱买车上惊就是，吼，你水无效啊，水就好骑就好看头。系啊，吼，啊，你问题你就定定咧过路，定定咧故障，吼，啊，你就定定去维修，啊，维修啊，搁等材料，啊，搁来幕后的环境是毋是我都支援着伊的修理，或者等等的种种的问题，拢是爱直咱。爱去三思去，才当去做啦。啊，若像你安尼讲，是，啊，就可以放入来啊，咱你惊伊。放入来，但是我拄仔有讲过，咱伊也符合着咱政府的考量，包括法令，包括咱目前产业，吼，是毋是有冲突，还是讲有啥物任何的条件的适合性？这就爱个真这爱真研究，毋是讲咱话要开放就开放，毋是安尼。哦，是。这洪老师吼。那照公平委员会这立场，咱要安怎来裁判讲啊？你这法令爱拍开，还是讲来十场公听会对着这用路，今仔特别请到就白来，就是讲重型机车的人，就是讲你高速公路已经法令会当使，那拢无放去啊。这小等者来讲，但是洪老师你的看法是啥？安尼啦，因为我较早是伫公平委员会咧服务着啦，吼。啊，迄主要是咧处理讲国内迄个大型的企业若要合并啊，啊，种有联合行为啊，迄方面较侪啦。啊，若讲是进口一部分，其实是自由贸易的，迄是经济部，主要是经济部的权责，
啊，之前恁都有咧讲嘛，吼，就讲其实两化即个种重型机车，照你讲本来是一个真单纯的进口贸易的行为啦，吼。啊，当然两化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嘛，所以你看张雪吼，伊真高调，而且你讲吼，上甲你统一为止，上甲统一为止吼。啊，当然你是讲较早迄个，互我想起讲吼，2015年有无吼，迄阵迄个紫光有吼，吼赵伟国伊嘛做高调的吼，讲要买台积电。鸡头咧亚钱，所以意思讲你若做生意若先高调，其实迄毋是好代志啦，因为会较敏感啊，无这是一回事。啊，我要讲的是讲。其实这个咱拄则洪先嘛有讲到嘛，讲这个两化有一寡，咱台湾对中国的产品哦，进口台湾有还有一寡限制吼，比如讲有1000外项的工业产品，还有700-800项的农产品吼。啊，当然这个重型的机车甲迄个零件嘛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啦。啊，这部分其实就我了解吼，应该毋是直接立法院咧管的，应该是经济部，伊这是有一个。根据两化里面迄个条例吼，其实有空白授权吼，迄个经济部哦，有定一个办法吼，所以因经济部会定期讲，伊来做检讨，吼，比如讲较早会使啊，较早袂使啊，最近经济情况，咱台湾的产业政策各方面拢符合以后，咱有把握吧，可能慢慢会开放，所以伊会做定期检讨，所以这方面其实可能会当安尼理解吼，啊，当然立法院会当表示意见，是讲主责的单位也是伫经济部，吼，就我了解是安尼。安娜老师在你的看法，因为这个牵涉到吼，譬如讲咱知影春风即马也伫台湾也有人咧买啊，吼，啊，这春风是泰国甲马来西亚吼，伊安尼一路安尼过来，啊，有个人讲啊无啦，这内面有一块零件套，他们伫泰国生产的，有的是贵的，这因咧总部敢若伫杭州嘛吼，伫杭州送去到泰国，还是送去到马来西亚就西山地去。对，这种物件咱要安怎来查察呢？这吼啊，这个讲到这个贸易的或者原产地的原则啦，吼。讲人都有身份证嘛，吼 ，ID 有吼，啊物件，贸易的物件就是有迄个原产地啦，吼。就讲你这物件到底是伫倒生产的，吼，啊，伫遐生产就讲你袂当讲你就过水有无吼，啊就比如讲为中国出口到泰国啊、马来西亚吼，啊就打一个标签，哦，啊其实伫遐争执无偌济，吼，伫遐毋是讲加工啦，迄个。迄个价值有增加，比如讲超过头4成左右。啊，你若无符合这规定，一般咱拢会认为讲，你这物件毋是为出口的所在来，毋是马来西亚的，你是中国的，吼。所以一般国际贸易有这种原产地规定啦，吼。啊，咱讲今日这个案件就讲春风，就我了解的是，因为当然啊，吼，伊东协是一个自由贸易区。吼，所以伊贸易区内底有上来上去，伊迄种免怕关税，免关税吼，所以你这个会当甲看出一个国家内底生产，所以伫泰国设厂啊，零件送去马来西亚再组装对吧？等等，啊，搁出口来台湾，照你讲这是就东协来讲，这是无问题啦。啊，问题是讲你这个物件是到底是偌济，是毋是东协生产的？是真正为中国送去东协吼，照明仔讲就是爱行政单位爱去了解，爱认定，爱认定。这是我知的规定。第一法令上，咱头下看到就是讲，伊这是法规哦，法规的管理。所入的这个规定代号是 MWO 吼，大陆物品不准输入的这个项目。哦，譬如讲引进啦、规车啦、哈电动机车、电动自行车、规车来禁止。啊，这就是 MW0啦。啊啦。规定代号是 MP1 吼 ，MP1 是有条件准许输入，比如讲排气管，还是引进的零件外壳啊。事实上，我知影在同期界已经部分，甚至早有人安尼斗的就挂牌啊，伊用这个问 A 答 B 啦，嘛毋是问 A 答 B， 就是我本来这架车的牌吼，会挂来遮啊，就斗的，我就踮咧车路咧走，我毋知就白啊，你有掠着这种车哦？我即摆理事长嘛伫遮吼，拢应该知影讲以前吼，台湾骑重机的吼，
以前2002年进前是无牌啦，所有骑重机拢你嘛高用牌的，连警察的吼，以前阮骑迄个哈雷 Division 啦，过来骑迄个 K100、1100啊 R850 RT， 迄全部拢无牌。警察骑嘛无牌啊，无车牌，是安怎？迄袂使进口。2002年进前，重机是无法度进口，连迄总统的前导车，迄嘛是无牌，嘛是乌车啦吼。以前是安尼，迄是2002年了才有。啊，但是咱开放即个重机。进口了后呢，但是中国的袂使，中国伊伫规定即个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，啊，你看即个名，你就知影，伊当初时吼，无爱互你入来的理由是啥？伊是政治啦，一开始伊是政治啦。啊，2002年是因为 WTO 咱入去了，有规定讲啥物酒爱开放啦，啥物重机爱开放啦，吼，就是对顶我开放，你嘛爱开放安尼。所以咱一开始吼，为着的就是啥？政治的目标。啊，咱要进一个物件，讲买来台湾，咱一般吼，咱差不多有3个考虑。第一个就是讲，我拄仔讲的政治嘛，你是我的敌人，我就无爱甲你好嘛，无甲你好，我无爱甲你做生意嘛。第二个是啥？第二就是讲贸易保护，就是讲我有一寡你来甲我的物件讲啊，比如讲我嘛是生产即个物件，啊，我拢甲你进口了，我从即个产业从无法度继续做。吼，第二就是一个贸易保护。啊，第三就是啥？你有安全的考虑。吼，安全的考虑有几啊种，第一种就是拄啊，李处长嘛讲啊，即个车的规格，哦，啊，伊的这物排气量，还是讲伊的什物污染噪音有超过咱的标准无？物理上的安全。第二个就是啥？有可能讲危害咱国家的安全无？比如讲咱即马拢精品，什物无人机啊，什物晶片，咱莫用中国製，是安怎？伊内底可能有偷藏一寡物件，所以其实伊讲一个物件会使入来，袂使入来，伊的考虑是足侪种啦，毋是讲干那一种尔，毋是讲我为着趁钱我就甲引进，啊嘛毋是讲即个较俗我就甲引进，嘛毋是讲即个嘛袂歹，袂歹我就甲引进，所以其实咱有足侪无共款的即个思考伫内底，所以伊毋是一件代志尔，哦，即个张帅即个机车伊是勘测着骨来咱通考虑的一个物件啦，啊，但是你若讲吼，为贸易甲即个骑重机的人来讲，伊一定是希望讲我甲你开放。进口嘛，因为大家拢有机会骑到无共款的牌子嘛，嘛无一定讲张帅好啊歹，无要紧，我就是说讲伊歹，我嘛想要骑嘛是会使。其实这是人民的自由，但是你人民的自由袂使讲你无考虑到我拄仔讲的迄几项物件，你政治啦、贸易啊，还是讲即个安全性的问题，你爱去考虑。所以咱即马吼，其实有勘测到这3个物件的时阵，咱爱去思考讲会使开放无？啊，开放咱爱限制什么物件？就是讲，伊若有安全的问题，譬如讲伊内底有即个晶片有 chips， 啊，你是毋是讲爱规定讲，伊即个物件袂使用中国製，还是讲伊即个安全性？咱拄仔有讲啊，即个车去比赛得冠军哦，那可能安全性有问题。比赛车甲试售车佫是两件代志。BMW 伫 F1 内底走的，甲咱平常时买的车，迄是无共款的代志。啊，你即个规格要安怎设定？哦，啊，咱有啥物标准？哦，还是讲咱要参考国外，比如讲某一个国家嘛有进口张帅嘛，啊，伊的标准是啥？即咱来去参考，毋是讲单啊，咱直接讲哦，开放好，还是讲开放无好？啊，其实这后壁考虑是足济的啦。哦，这都毋是单纯讲我要买一个汤仔饼，买一个鲜梨，啊，是安怎买我？哦，啊，你毋通甲扣起来吼，真济网友吼无了解这。背后即法令的复杂性，但是纯粹的消费的即个需求到底是啥？我毋知影即马即个好像你还搁伫线顶吗？歹势吼，你久等吼。好像我甲你请教吼，他拄仔即个石伯啊，就讲着讲，即个张帅的机车，你睇下讲因的机车的品质哦，实际上2026年啊。820RR 因为严禁的即个泄压阀，吼，伊的即个密封的即个壳啊，吼，装配测哦，啊，规个拢调回286只，吼，即种代志是意外，还是讲无啦？即重型机车界咧常常有的代志，你如何来看待即项代志？其实你讲召回即个代志。其实各车厂拢有，啊，就是看有严重无，伊的比例是偌济，啊，譬如讲，你讲10000台，啊有100台有严重，啊，这是一个比例，啊，若是你讲1000台有200几台，啊，迄个比例就是小可伤悬啊嘛。
即摆阮看就是比如讲上个即个有是预备出来的量无得多，但是看起来品质已经差不多要300台有问题。这就是阮拄仔讲，就是稳定度佫是一个问题啦。你要甲一台车送出来，会当去比赛，讲实在，讲困难嘛就困难，讲无困难嘛无困难。但是你即摆要开始要量产，量产以后，你品质的一致性到底有好无？譬如讲你用1年、2年、5年以后，是毋是佫安尼够安全、够稳定？迄个是另外一个代志啦。这物件都是，因为人家讲，中国市场要面对的一个新的问题啦。这其他国家吼，包括台湾作为欧罗巴，基本上这个问题拢较少。是，好先，我甲你请教吼。咱台湾的这重型机车车友是，我看起来是对我少年时阵到即摆是愈来愈多吼。这有人讲，那是查甫人的梦想啦。连查某囡仔即摆也真爱骑吼，大家嘛爱看吼。你认为重型机车在台湾有发这个起草是会愈来愈好吗？你认为吗？我希望是安尼。按前几年看起来嘛是安尼无对，但是这几年吼，因为政府法令的改变啦，到一个交通的环境的改变吼，大家看起来，这3-4年是愈来愈歹，讲实在啦。比如讲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就高速公路拢无有阮骑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高速公路是一个重点无毋对啊，这是大家已经期待足久啊嘛，因为这个法令已经。3路通过超过10年嘛，但是伊拢还未推嘛。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区间测速啦，爱看靠白这个物件，大家骑车骑来，比如讲就无欢喜的，因为讲实在，比如讲台北啊，就一个高架桥，迄款对欧罗巴来讲，通勤族来讲，实在是会使省出一个时间的。重型机车的体积较细嘛，比如讲你对交通来讲嘛较袂塞车啦。讲实在是较方便，嘛是对交通嘛是有好处，但是所以听，好像听你安尼讲起来，譬如讲这个长续机车要进口无进口，不如先来讨论较务实讲，这恁这目前对恁起草较有真正有帮助的，比如讲道路爱开放啦，还是在这区间的测速啦，安怎是毋是这来优先来处理有较务实的？对，这是讲起来较重要方面啦。我想要问一项代志吼。咱台湾是机车王国呢，那会这么一台重型机车做袂出来，是安怎什么道理啊？这其实就是讲，阮讲就是需求甲供给，因为较早台湾是禁止进口重型机车嘛，以前讲石油危机第一届、第二届，做这理由的，就是讲无法度骑重型机车嘛。100以上无法度做，但是阮台湾的企业嘛是讲拍拼的啦，比如讲三洋工、雅马哈，因为都是做拍拼，你做一款大概电来用一款速克达100以下的，做个可以讲是做个是全世界第一名啦。大家已经从关3-4年啊，无法度重型欧多麦嘛，阮甲2002年才开始迄款大车欧多麦开始骑，即摆拄起来。因为台湾这个市场，阮阮事业的根嘛，但是这个土地无法度骑这款车，无法度卖，所以讲，阮就较慢做这款车，但是即摆看起来有希望要开始发展愈来愈大车，比如讲有55、600cc的欧罗巴开始做，但是即摆发展到变安尼，叫安怎？即摆大概想讲要外销嘛，外销所以讲去欧洲去美国，遐拢是骑款大车。但是阮本土无法度卖到最好，也无法度卖，但是你讲安尼外销嘛无竞争力。好像安尼听你来讲，这根本就白字，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哦。完全正确。这，但是我感觉台湾的机车界吼，嘛爱有小可底子的，应该上无爱做一下看讲。咱台湾嘛会当做嘛，是毋是安尼讲？台湾其实做有
有几辆大型机车销到欧洲都袂甲袂歹，嘿，比如讲300、400、700到500，其实比欧洲都袂甲袂歹，嘿，品质好，哦，个耐用，个另外一个，阮台湾50cc 的欧罗巴，细只，即摆台湾已经袂甲日本，其实大家拢做爱。所以嘛，吼，这唔是不能呀，是不为呀嘛，吼。啊，听到这爱来甲鼓励一下吼。好像你在线顶稍等，我请李署长来看吼。李署长，他拄仔好像已经讲啊，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吼。在恁促进会看起来，你嘛爱或者影响的环境整体起来嘛，你准备咧真侪手棒吼，我互你时间，互你好啊讲者。你上那个修法的方向啊，还是讲你上需要即摆来改善什么物件？我先针对咱所有动机车的爱好者吼，希望就是讲路权的平等啦吼。在2002年加入 WTO， 咱政府就一直咱强调咱的大型的重型机车、电动汽车。包括着伊个道路条例，包括伊个税金等等，甚至拄开放的时阵，税金佫比一般汽车佫较重，吼。包括咱，但是确袂当去使用着咱汽车的道路，是尾啊，咱去一直去争取，包括咱即摆快速道路已经开放啊，吼。但是唯一的就是咱即个国道还袂当嘛，吼。但是真济，这就是讲政府并无去百事人民讲就是讲。其实即马全世界吼，只剩5、6个国家袂当开放高速公路，嘛真侪人唔知影讲，其实高速公路吼是封闭式的道路，伊是安全的道路，吼一直灌输着讲这大型重型机车就是紧，冒包铁啊，对，就是一直灌输这款的概念，但是伊唔知影讲吼，这个国外足少的问题吼，伊拢有去当去探讨着讲，其实这是国道是安全的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讲，伫2011年吼，咱有三读通过咱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92条吼，就是讲有条件的试办咱的国道吼。当时嘛有咱针对咱的环上的国道吼来先较无车来试办。但是呢，因为咱的政府吼一直拢无法度去承诺这个代志，一直用检核啦，包括用一寡民意的调查无认同啦。当然你民意大家对这个重型机车看到感觉你就是麻包铁就是危险，但是就是无法度去互人民去了解讲较正确的。但是理事长，我有一个好奇呢。是。多年进前，咱看那个大埔的阿嬷，当面遐亮吼，当面遐累。是。我咧想讲，迄就是因为你无放伊去高速公路去骑嘛，即爱去骑迄个弯弯翘翘的，下人是要爱挑工去骑迄个弯弯翘翘的路，是安尼想吗？其实我举一个例啦吼，咱伫咱台中吼，要去咱观光地区吼，譬如讲日月潭啦吼，咱其实有国道6号，会当直接徛往国道6号，是毋是会无车佫紧，佫会当减省时间，但是咱却逼。这重型机车、大型机车爱去行省道14线的省道。哦，迄真正有。省道你就知影，伊就是当会甲汽车争道嘛，相对伊造成的种种的风险，包括即马一寡山道你都有讲，一寡其实危险性伫山道才有一寡外来袂当去考量的因素会产生。但是我拄有讲，国道毋是讲咱毋是，其实我要搁强调一遍吼，咱国道危险毋是车种。重型机车毋是危险，危险的应该是违规行为人啦。每一种行为人，伊今仔驶任何伊驶汽车去高速公路，还是驶任何车种伫高速公路，伊嘛是会造成危险吗？有影咱天龙叫你阿伯骑脚踏车去高速公路嘛，阿不奈嘛。是啊吼。啊，再来就是讲，我即摆要讲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即摆台湾的环境对，其实真侪吼，咱的经营者吼，拢是吼。哀嚎骗野啦，吼，叫车卖出去啦，啊是种的，就是因为台湾的环境，包括咱的观光旅游嘛，拢无去推广。但是咱世界各国拢一直咧推广吼，人因的产地、因的车辆吼，会当去遐游山玩水。啊，咱台湾是一个宝岛，照你讲，咱是爱去朝这方向来推广，但是咱对咱的国际的推广并无做出。
啊，搁来重点吼，即马有一个足大的问题，就拄仔有讲吼，即个法令的规定啦，其实我本身吼认同吼，咱的法令吼是爱严格处分违规行为人，包括吼咱即马一寡毒驾、酒驾啦，吼，还是危险驾驶啊，吼，这种绝对禁止啦，吼，咱绝对吼去支持政府来打击这个问题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，所有的违规应该回归为行为人。你应该针对这毒驾、酒驾，还是讲这危险驾驶人，应该你要采取的是，譬如讲你要考驾照，还是讲要有啥物刑法的处分，吼，并唔是讲会去动不动的。即摆目前咱道路条例吼，足侪条动不动就是靠牌。为什么呢？政府讲的是讲啊，伊要管理吼善尽，吼迄个车主善尽管理的责任啦。但是殊不知本身，如果这个违规人，那唔是车主，啊，这车主是车是租的，还是讲伊车是？啊，真就靠了恁车主。是啊，啊，这个变成造成着讲吼，这个另外的一种的争议嘛，吼，包括宪法有保障人民的财产，包括你个人私人的物件，若好本身吼，你的顶司啊，来借你的车，你敢好意思无借？但是因为你嘛无法度，包括伊来讲租车，我嘛无法度去理解，啊，你有食刀无？你有食酒无？我该当啊，你讲，你袂使食酒哦，你袂使食酒，你袂使超速，你袂使违规哦，你袂使吼等等嘛。所以讲这个问题，我是呼吁政府讲，你立法的精神，吼，是咧保护人民的安全，无毋对。希望啊，这个速度，尤其我再个讲一个，咱道路交通第43条这部分，这个43条这部分吼，就是讲。咱的危险驾驶啦，包含着你的蛇行、逼车，还是两台吼驾车啦，还是逆向行驶，哦，这种包括重点吼，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迄个速限吼，你譬如讲咱这限速50，你叫你90，超速40，安尼爱靠牌6个月啦。吼，这是真严重的一项代志啦。这特别对重型机车来讲，莫讲重型车，任何车种拢共款。吼，任何车种拢共款吼。啊，正我要讲的就是讲，为什么我会去感觉这条会无道理的所在？就是讲，咱一寡吼，后两台驾车啦，还是讲吼劈车啦，还是讲来逆向，还是种这危险的驾驶，这是行为人的问题。但是咱的速限。因为咱道路的宽敞，环境的无共，有可能会去这个限速，吼，一时甚至咱咧赛车也好，骑车也好，有因为你一时的疏忽，来无注意到限速的规定，来违反到这个法规法条，吼，来造成靠牌。即摆后壁靠牌的问题，佫产生啥物呢？靠牌了后，来我车招人。吼，譬如讲你好意借别人，但是你的车叫靠的，你会感觉讲你做无辜的，你就去上网去寻求网络救济，啊人就爱你教，你即摆大陆都做后，你做假牌，啊即摆做假牌来，假牌做了，啊佫一套，伊即摆做假牌问题佫来啊，这个是个违反一个重大的问题哦。伊即摆假牌真厉害，伊会针对你这台车是黑色的，吼，什么形体、款式、型号。吼，拢总包括车号、车牌号码，拢总啊你模仿，吼，啊模仿了后呢，你就产生就一个无辜的受害者。所以讲，这个政策，我要呼吁的就是讲，这个政策，这个靠牌制度吼，其实一定是唔好的。因包括其实咱的司法网站吼，你去查，拍2字靠牌吼，你敢知影内底有5000几件啦？其实也是已经造成着咱司法的这个案件的增加啦，包括一个行政法吼，咱的地方的行政财产权，你这要安怎去裁定讲？法不宪法的哦，是真侪问题啦。啊嘛，甲你argue啊，这石牌啊，应该已经头壳听哦。是啊，所以讲，我是倡议就是讲，我。针对咱的法规吼，尽量莫讲去靠牌来去处分掉善意的第三者吼，安尼回归咱的正常安尼啦吼。但是这边安尼来管理，比如讲，如果你若甲伊签约讲，你若地属我靠牌，你爱安全，你嘛无法度来约束伊啊。阮目前吼，其实43条超速的部分，阮是会当吼，伫咧契约书顶悬。包括你要来租车之前，阮只要查核你的驾照、种等等，吼，你是毋是有违反的行为？然后阮安尼讲，你袂使违反这种的行为，无会靠牌。哦，阮是其实会当以行政方法会举证不法啦，吼，阮会当讲哦，但是迄种事后的啦。对，但是你即摆问题就是讲，
即摆上严重的是政府上新的手法，就为着要避免酒毒者的泛滥，伊是一律没收哦。这个问题就是直接甲你没收啊？伊无管你是啥个车哦。你这间店就收起来就好啊。对啊，所以讲这就是会当造成吼，咱业者啊，甲人民的无法度去认同政府这个条例。你规矩调店较实。所以讲我就是一直咧希望讲政府是毋是有一个讲的配套措施吼，针对吼善意的第三者是毋是会当卖发，还是讲会当包括正前咧讲的大部车，咱咧维修的机车、奥多拜，你来修理奥多拜，我一只奥多拜借你，结果伊其实都朋友靠两年，冇这种呢。是啊。哦，老师，你安怎看待讲这个法庭要安怎拍开？因为咧兼顾到道路安全，这个人因经济自由影响的环境，这边安怎来拍开？还是讲伊讲你唔通罚我，你就要罚这个行为人？但是你这个行为人，咱要那个约束，要那个约束，讲你就安全，是事后吗？还是事前？还是用保险的力量啊个扣起来？哦，那是讲我是讲那个，当然讲就别在边啊吼，我感觉咱台湾的警察吼，警察界应该是真辛苦的。大细项啊，查啦后迄个强盗吼，交通这种问题，因为咱台湾的车嘛不遮多嘛。所以这我相信因的负担应该是真重吼。咱知影嘛，咱台湾是机车王国嘛，讲全世界迄个机车平均来讲，密度是全世界第一吼。所以搁咱的道路顶所以其实咱拢有用路的经验嘛，有真侪险象环生啦，就是讲真危险的所在，搁大家遵守法规的种的心态嘛，无一定真健全吼，所以。我了解的是，咱台湾一年烫天，迄交通意外事件伤亡的人数不是遐济，所以我意思是讲就是这种image，咱这种想法这种迄个观念，会造成讲对开放重型机车像高速公路也好等等的，对因来讲会较不利啦。就讲这个社会心态，已经真乱安尼吼，你若搁来添乱等等啦，我讲对因来讲可能毋是公平。但是如果人毋是阮台，对，毋是公平嘛吼，这是一项，另外是讲你就迄个心理学来讲，就讲因为汽车较侪嘛，汽车较侪嘛，相对来讲，重型机车，比如讲咱今年它可能到40万、50万左右嘛，所以伊佫骑人相对较少，所以伊一旦若发生事故。风大，风大，就拿飞机失事哦，那会较危险。所以其实迄个风大迄个效果，对因来讲嘛是无公平的所在。这是咱来讲一般迄个公共政策的心理来讲，如果你平均来讲，其实伊是无迄比如平均足低嘛，比一般汽车搁较低。问题是大家会放大因的迄个危险性。所以可能若咧做公共政策时阵，咱讲迄个行为心理啦。行为经济学其实会当做一寡探讨。当然第三是讲你若我看迄李处长伫遐咧迄个伊的讲法不只复杂。我想安尼若警察若要执法可能嘛是真正辛苦。一定用条件条件。所以一般来讲你讲真正法律讲较简单，讲你若是尽量较简单，我都大家真明白，会当心理上会当遵守。我相信这个较简单的方法，规定应该会较合理啦，会效果会较好。是，因为这个好线伊5点就要离开，我先互伊就别先互你小按耐一下咱先来请好线在线顶好线，你应该有听到这个洪理事长所讲的，你对恁的这个经营环境来讲，是不是如此？还是讲你有啥物物件要补充的？除了靠白这项代志以外，讲实在，我感觉，譬如讲这个速限这代志，就是交通这个问题，确实是太严重啦。因为我为什么即摆你伫华联？因为阮即摆做伫环岛，阮台北去北部，去高雄，阮南回转来，即摆伫华联嘛。一路上，阮上困扰的代志就是这路到底是要开偌是40、50、40，这歹处理。因为阮各地规定拢无共，有时比如讲这进度40，有时佫变40变50。比如讲阮驾车时就要一直去看
喺路邊嘅牌到底是偌濟，啊，這是最痛苦嘅代志，講實在啦。好勢，啊，你唔就敢若迄個憲兵贏吼，啊，賽佇總統府頭前安尼，大家攏5公里安尼咧徛。對啊，即非常嘅痛苦。啊，講實在，安尼起來，比如講較危險啦，因為你大家，你比如講你就唔是專心你看路嘛，你看路牌，聽到是對啊。譬如講，阮有像迄款 APP 會甲講啊，即馬是即馬速即馬你超速啊，有誒無誒吼，就一直你加速啊。啊！你認為安怎來改變？譬如講，只要你若出動，恁會最懸速度譬如講，要安怎來處理講較有全台灣全國統一的標準？我感覺這是就是政府要做嘅代志啦，因為對出濟人來講，譬如講，大家想講啊，我只有做一個牌子佇啊，可能是15、30人，你應該要知影。但是對足濟人來講，我是比如講第一個來食，啊你道路的設計本來就是互不熟的人，會使就清楚講我要安怎行安怎駛嘛。啊，但是你做個無清無楚，大家就好答。哦。譬如講你高雄就是最後比70，啊屏東比60，等是要處理。這有當然我是有地方自治法無唔對，但是應該是按中央來看，譬如講。伫通學區有學校邊啊，可能30，但是較郊區就是50或者是，因為較早是講市區40嘛，郊區是50，起碼大家都因地制宜，有時70、有時80，最痛苦的啊。這代志我感覺是要立即解決，就像講，多你屬於講靠牌這個代志，有時陣譬如講路就大條，但是應該是70無唔對，但是突然間40啊，這是要處理，對無？啊，就比如講，大家攏比如講騎起來，唔管是騎車還是賽車，攏比較做辛苦，還做忝，因為你無法度好啊，賽車一直啊看迄出現這。哦，你這講這我有感覺，我騎過2、3擺重型機車，我就知影，吼，你直扭掉，真正足痛苦。對。哦。好，啊！你繼續你勸導吼，時間到啊，謝謝感謝吼。轉來要請石伯啊吼，伊個環境吼，看這是安怎全國無法度有一個較統一性的、較規則性的，大家會當療傷會搞這個疏限，而且疏限啊。哦，主要是咱台灣人對於這個騎車是開車這疏限吼，咱本身吼無一個正確的認識啦。哈，比如講我伫外國開車吼，你有當時看迄個，以前我前2年去個紐澳吼，紐西蘭個澳洲，其實因為紐西蘭開車吼嘛是足緊的，批車批得真緊。對。但是咧，你開一半，你就想講，是毋是大家人個車攏壞去，攏故障，突然間全部攏慢落來，攏慢落來。頭前有學校，伊就是愛降到30，啊是所有的車，伊不管有人無人，你安尼看去四界攏無車無人，伊嘛是自動就降到30，啊因為這個習慣。啊！但是你過迄個學校了吼，開始大家個油門就吹了，就開始衝。但是因平常是有這個習慣。啊，我就問講，咱台灣人吼，病院、學校其實咱有規定，嘛是愛降速。你捌看過人降速無？你家己嘛毋捌，因為你嘛毋知叨位學校、叨位病院，對無？啊，像迄個停止線，吼，停止線，你去日本，你去加拿大，你去美國，四界攏無車哦，一個啥？一個真卡，一個迄個12路口停落來，一定是停車再開。伊嘛無號誌啊。但是伫台灣，我講足歹勢，有當時我嘛袂，我盡量停車再開的。為啥若攏無車吼，你就減速減到一點點啊，突就過啊。啊，咱台灣人就會懶啊，但是無自覺，唔知影講這個代志是安尼。所以我講，這個法律的規定啊，第一就是你講法律的規定要清楚，你打位每一個所在。速度無共款，你聽起來伊都講無統一呢。對，第一些無一定是無統一的，因為大家所在都無共款嘛。你經過工地、學校、醫院，伊本來速限都無共款。但是咱對於這有認識無？啊，咱的標誌有清楚無？哈。比如講，我明記知影頭前有學校，伊標誌出現一個30公里的時陣，我早就應該知影，我就接近學校，我本來就應該愛慢。但是咱毋是呢，咱平常時吼，你就無想到講我甲學校愛變慢，我甲病院愛變慢，所以你突然間你看到一個30。你攏錯一條，但是你若平常時，你就知影講，我若接近學校、接近病院、接近工地時陣，我本身我就是應該愛慢。你就袂講我突然間60變30，
哦，你足紧张的当下甲打落，你平常是有这个准备嘛，你有这个准备嘛，但是咱无嘛，咱一定是看到迄个号志，还是讲已经看到迄个物件伫头前啊，讲较歹咧，看到交通警察就开始打灯啊，对无？这是咱教育啊，甲认识点源不足的所在。啊，第二就是讲高速公路奥多摆这件代志，其实照你讲哦，高速公路是应该爱奥多摆起哩。其实我的主张唔是动机尔，是一般的奥多摆嘛是爱好起哩，一般的机车嘛爱好起哩。但是咱台湾的问题就是讲机车伤济，伊惊讲你一起哩，哦，变讲规个高速公路全部拢机车嘛吼，啊，你就失去高速公路的意义。但是这是咱台湾人高速公路这个吼用法都唔对。你若伫外国高速公路是安怎？你一起哩足贵的，啊，你若开300公里、500公里，愈俗。愈远愈俗，啥？愈远愈俗，因为高速公路就是鼓励你用嘛，鼓励你用，鼓励你送货，鼓励你用长途的。但是咱台湾唔是呢，三重埔去重庆北路落来，是安怎？当做上下班利用的啦。咱高速公路当做上下班利用，20公里以内唔免收钱啦，变讲迄个敢若恁厝后壁巷仔共款。其实这是唔对的。尤其台中附近啦。对，其实这是唔对的。啊，你讲这个物件，咱若有法度去改，变做安怎？咱若去你高速公路是贵的。但是你行愈远愈俗，你就鼓励长途嘛。啊，你会遐济机车去哩哦，袂嘛。我高速公路一去哩，甲你收120。你讲逐个人上班要骑机车上高速公路吗？一定袂嘛。我一定是我台北要去垦丁要去旅游，我才骑重机我才去哩嘛。安尼我300块500块我互你嘛。但是你讲叫重庆北路一去哩，啊，甲建国北路落来，爱甲我收150块，我一定挡袂掉，我一定袂嘛。咱的用法都唔对，哦啊，但是这就是安怎？历史工业啦，以前就是为着咱台湾人讲，这个已经安尼啊。对，咱无法度改，因为你一改，咱逐个人，你这平常时上班的人一定哀叫。啊，拢票都无啊。咱就讲特权啊，你像你去墨尔本、去吉隆坡，因个有啥物呢？迄条路吼，平常时别人是袂使开的，是安怎袂使开？伊过爱收钱。你若看到头前塞车，你行这条，你付钱你就毋免塞车。附近要搭车，你市区内底这条路上下班时间哦，我有经过。对，别人袂使行，但是你若讲去吼，你甲马币5块钱甲刷下去，你就通行。啊，但是大家拢乖乖拢去遐搭车咧，是安怎？伊就无爱付这个钱嘛。啊，你赶时间你就行这条路嘛。安尼观念就是正确。啊，咱用路的观念唔对，所以你讲后壁你政策要改时阵，你就足困难。哦，啊，尾仔就是讲你所你讲的迄个。发车主这个问题，其实2005年5015年进前吼，是发生什么问题？譬如讲有一个人，伊都无驾照，啊无驾照你无法度甲扣缴嘛，伊就逐工开车，啊伊开车安怎？因为咱台湾无规定开车吼，的人一定要有驾照。因母也买一只车，互伊开，伊逐工拢无照，逐工拢出去外口开车，逐工拢弄红灯，100张红单伊嘛免纳钱。啊，所以才变做靠车。对，所以伊就变规则去。车主遐啊，但是其实伊内底有但书是啥？如果迄个车主吼，伊有善尽查证义务，知影讲这个人无驾照，我搁招伊，还是讲知影这个人已经啉烧酒啊，我搁甲车招伊，吼，才罚。其实你若会使举证讲，啊，我真正唔知，比如讲，伊摕一张假的驾照，甲你讲，陈大哥，你车招我一个，啊，我有驾照，互你看，哦，真正有驾照，但是驾照是假的。啊，你就无法度嘛，你叫骗去嘛，吼！你若有善尽查证的义务，其实是会使唔免罚车主啊。但是这就是讲咱举证的这个程度要到倒位，啊，要安怎去认证啊？其实这是咱伫执行顶悬吼，咱来去注意的物件。但是伊这个物件有道理无？当初立法的时阵有伊的道理无？因为伊进前都发生遮济代志，就是以前阮做交通警察，查到一个弄红灯的哦，伊直接甲伊的身份证摕出来。讲啊，你要安怎开较紧，较紧开，我要来走。吼，啊，伊红单吼，伊包袱内底红单一沓，差不多100-200张哦。你一查一年违规100-200张，啊，你无度甲罚伊是安怎？伊就无驾照，伊本身就无驾照。啊，这我都去罚这个行为人嘛。对啊，啊你无你甲罚就是继续搁甲开单尔嘛，无照驾驶搁加开2张，伊嘛无差。啊，你甲讲伊只车，我意思是讲，互伊去刑事犯罪。伊就甲你行政执行，讲你若有啥物财产，我甲你扣啊，伊若无咧，比如讲节油咧，去做工的，逐工骑都摆去做工，伊只车连牌都无，伊只车连牌都无，本身嘛无驾照，你看要安怎处理？所以伊立法有伊的道理伫哩啦吼。啊，但是讲你后壁执行是毋是伤严？还是讲你这个车主要证明讲哦，我真正唔知，真正叫伊骗去，我毋是挑工，搁要祝贺伊的。哦，啊，这个执行的过程内底，咱的办法，还是讲咱要认证的时阵，要安怎做，较重要。